大家好，歡迎收睇期匯決算。今日嘉賓咧就請嚟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譚家康 PS 同我哋傾下。Hello PS。Hello Serena。咁我哋先睇睇外圍嘅頭條頁話，喺內憂外患困擾之下，英國嘅即價汽車舊年第四季銷售大跌。衛報報導，即價舊年第四季汽車嘅付運量只有唔夠8萬架，按年大跌超過2成。當中受到美國關稅影響，北美嘅銷售更加大跌近4成。此外，由於受到網絡攻擊，英國、斯洛伐克、巴西同埋印度工廠一度要停產，亦都影響咗公司運作。成個季度即價係虧損咗近5億英鎊，拖累母公司塔塔汽車嘅股價亦都一度要急跌4%嘅。美金嘅喐動就唔大啦，都等緊星期五嘅非農數據嘅。咁商品同債市咧就受到特朗普嘅講話啦，同埋即係地緣政局左右啊。比較明顯見到咧就係環球債價都上升，咁美國10年期債息都回落到4.1厘嘅。而喺澳洲同埋咧歐元區先後公布通脹跌之後咧，澳洲同埋德國嘅10年國債息咧都係顯著下跌嘅。咁啊，先問下啦，其實個環球債息趨升嘅格局咧，到底係一個地緣政局啊，抑或係貨幣政策預期嘅反應嚟嘅咧？即係舉例就係歐元區啦，上日通脹放緩出咗之後咧，咁市場就會諗啦，再減息幫經濟機會係咪大咗咧？咁都仲有啲分析話將歐元區重新加息嘅時間再推遲。PS 你又點睇咧？我覺得歐元區重新加息嘅時間一定係有一段時間，因為你睇翻即係除咗頭先講嘅通脹數據啦，但係其實你睇翻呢個禮拜出嚟嗰啲 PMI 數字咧，其實咧都係比市場預期為之差嘅。咁只不過咧都係仍然為喺擴張嘅水平啦。咁所以即係你講話加息嚟講咧就太遠啦。咁只不過係會唔會減息啦？咁但係見到債息上面咧，其實都有即係好似頭先講美債啦，其實即係都升咗段時間。咁啊因為呢一個即係地緣政治啦，咁啊可能有啲避險資金就追入去美金同埋去美債嘅一個情況。咁啊所以見到其實而家即係因為畢竟咧即係個地緣政治咁敏感啦，即係頭先我哋 off-byte 都講啦，都未即係想像唔到咁嘅情況。咁所以見到其實都有資金喺美金度追捧，即係就算咧而家即係預計2026年咧會減2次息都好啦，其實都冇咗個美金嘅反彈啦。咁啊而家雖然預計今年係減2次息啦，咁但係個美金似乎都細得好快，好大機會上99嘅水平添啊！咁啊喺咁背景之後睇翻咧，其實唔同貨幣嘅表現咧，其實表現得最弱咧，反而就係歐元嘅情況。咁啊歐元咧其實即係雖然啦，你話即係先前升得好多咁啊，而家係一個咩表現咧？會唔會因為就係預期會減息或者點樣咧？咁反而自己我覺得咧呢段時間咧，似乎係一個均值回歸嘅情況，因為其實你睇翻咧由2025年下半年到而家現水平咧，其實咧係一個橫行嘅區間嚟嘅，大概1.15啦至1.18嘅水平。咁啊，先前咧就歐元升得太多啦，咁調翻轉而家咧就行翻去中間線。咁暫時嚟講咧，又未見到太大嘅一個喐動喺度，咁所以導致到即係美金都係個升幅都係緩緩咁上。咁相信如果即係上到99，即係歐元去翻接近1.15嘅水平上嘅時候咧，應該兩個貨幣咧應該都會比較穩定一啲㗎啦。咁如果地緣局勢方面咧，都要留意住就係委內瑞拉嗰邊啦。《華爾街日報》嘅消息就話啦，特朗普有意一定程度係控制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嘅，咁以將個油價咧降至$50啦。咁紐約布油啦都喺低位徘徊嘅。咁如果真係話要壓到去$50，你覺得有冇難度咧？可以有好多猜測嘅，好多揣測啦。真正嘅目的你又有咩睇法咧？我覺得去$50真係冇乜難度嘅。咁啊首先就係即係頭先都唔係有意去影響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根本係即係直情好似係即係 puppies 嘅嗰個政府咧，其實咧都係即係跟晒特朗普嚟去做啦。即係你見到即係俾咗油佢，跟住之後嚟緊個點樣啲錢點樣用，同埋要買佢話要買晒美國嘅產品啦。咁呢個情況都係即係之前都冇諗過，因為開頭就覺得其實特朗普即係美國嗰邊捉咗馬杜羅，即係應該可能咧會換咗佢個政府啦。但係調翻轉咧，佢今次嘅做法咧就係容讓翻本身嘅副總統繼續留任，咁啊唔改變嘅政制，跟住就喺個過程當中去處理。咁雖然啦，即係坊間都覺得咧，即係喺個石油增產委內瑞拉嗰方面咧，未必增得咁快。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咧因為已經制裁好多年啦，嗰啲設備啊各方面好落後啦。咁但係唔好大家留意翻咧，舊年開始其實特朗普喺全球咧其實揾咗好多資金翻嚟，過萬億美金。其實佢而家話要幾百億，其實
對於而家美國嘅一盤數嚟講咧係好少嘅錢，咁喺個情況之下可以控制翻咧，其實整體成個美洲嗰個能源價格啦。咁雖然能源價格咧，你見到汽油喺方面美國喺通脹已經控制得好好，咁但係我相信佢個睇法應該係更加大啦。咁我覺得咧佢應該個石油落50蚊嘅機會非常之大嘅。咁啊再加埋其實見到即係最近美國嘅啲石油公司都講啦，其實而家個石油成本可以推到挨近30蚊，即係就算落到50蚊其實咧都仲有錢賺，咁所以其實都有誘因係咁做，咁樣增加翻個市佔率啦。咁啊你話最後背後嘅企圖其實基本上啦，即係封咗委內瑞拉嘅油之後咧，嚟緊咧就會令到即係其他買呢一個陣營買委內瑞拉油嘅地方好似古巴啊或者中國嘅話，其實變相咧可能有機會有個通脹嘅情況。咁呢個位置都係感覺咧都係即係想打擊中國為主啦。咁啊個情況嚟講，暫時嚟講即係出年都係以今年嚟講咧都係供過於求㗎啦，咁所以向下趨勢暫時都會持續。咁究竟下個位係咩咧？咁我自己之前都講啦，G7用俄羅斯制裁俄羅斯個價就47蚊，睇下嗰個位會唔會好快到啦？好啊。咁講完油咧，都即刻跟進埋啲加字啊！委內瑞拉嘅原油就係重質原油啦，咁同加拿大主要供應係一樣嘅。咁委內瑞拉咧受到美國控制嘅話，咁長遠會唔會其實都係對加拿大一個打擊嚟嘅咧？咁啊，加元啊，其實近日都跌得幾快下嘅，係咪真係受到原油市場消息影響咧？都絕對係啦，即係加拿大即係喺即係關稅到而家，即係卡尼同美國嗰個關係都咁差，咁再加埋咧，即係而家呢一件事咧，就令到即係你見到美國已經係要大幅咁樣增加即係委內瑞拉嗰個原油嘅供應，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他地方未必咁受影響，但係美洲嘅加拿大就將會好大影響。咁所以你見到加元係明顯咧特別弱嘅，對比其他 G7個貨幣嚟講，佢係最弱啦。咁再加埋咧，即係而家即係美國嘅減息，即係已經係預計減2次啦，同舊年年尾預計減息嘅次數嚟講又不一樣，咁所以即係已經少咗，咁所以變相就令到咧嗰個加元係走弱啲。咁現水平你見到咧連續幾日嘅陽燭啦，咁暫時嚟講咧應該會是1.39嘅水平㗎啦。好啊！咁總統卡尼都宣布，即係1月13號至17號訪華啦，都係即係2017年首次有加拿大總理訪華。其實係咪都有一個謀定其他合作啊，或者謀定一啲後路嘅情況？畢竟係需要㗎啦，因為即係加拿大即係主要過去淨係靠美國做貿易啦，咁基本上就已經係養活咗個國家。咁啊，但係而家面對住特朗普咁樣嘅即係步步進逼啦，咁佢都要求後路啦。咁全球第2大經濟體就係我哋國家啦。咁佢去揾中國都係好合理嘅。咁但係睇下之後會唔會有啲實際啲嘅 plan roll out 到出嚟咯？好啊，咁啊，其實個地緣政局緊張都唔止係睇住委內瑞拉嘅，市場都睇緊啊，有冇其他國家咧，即係可能下一個呢個情況啦，例如係格陵蘭啊、哥倫比亞、古巴、墨西哥、伊朗啦。其實白宮方面都有表明嘅，積極討論可能購買格陵蘭嘅方案啦。國務卿魯比奧都計劃下星期會去到丹麥同啲官員見面嘅。咁但係黃金上日咧就衝喺接近之前創低嘅歷史高位之前嗰度掉頭啦，最新咧就守係啦4430美元附近啦，個銀價仲波動嘅，由82美元翻去75、76美元啦。其實個貴金屬嘅行情啦，係咪都唔太跟個國際局勢唔係好睇減息嘅咧？我覺得咧就仍然都跟國際局勢嘅，咁只不過咧即係先前嗰個嘅調整，主要就因為諮商所咧就調升咗呢一個貴金屬嗰個按金啦，咁啊令到有啲即係炒家咁啊需要平倉，咁變相呢個波動性喺度嘅。咁但係其實見到咧，即係就算你而家講嘅波動性出現咗之後咧，其實仍然都喺高位附近啦，咁所以個勢頭繼續持續嘅。咁頭先你提及到啦，即係格陵蘭啦，咁嗰個位置即係會點樣發展就真係好難預計，咁即係好似即係擴充領土咁啊，美國咁啊。另外就伊朗啦，伊朗嗰個政局同樣地都係值得關注嘅，因為先前即係舊年大家記得咧，金價好大段時嘅升浪就係因為伊朗同以色列嘅衝突啦，再加埋咧美國去轟炸伊朗核設施造成㗎嘛。咁而家咧伊朗咧就面對政局上邊嘅不穩啦，咁呢個情況會唔會延續落去，或者導致到有更加多嘅衝突咧？咁嗰個係應該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其實就喺地緣政治上邊咧，開頭2021
年諗住應該過咗一個最關鍵嘅高峰啦，點知咧越嚟越多火頭，咁所以貴金屬仍都向上啦，仍然都係有向上嘅動力嘅。咁啊暫時嚟講，只不過係即係見到即係金方面啦，其實你見到調整落嚟咧，其實咧個成交嘅張數都少咗，反而咧即係代表即係都仍然都唔係好多人咧去喺高位度平倉啦，反而就係可能整固完之後再上啦。咁見到波動性收窄嘅時候，睇下有冇機會啦，挨近4300附近咧，其實做翻個好倉部署，繼續破頂咧，就係一個唔錯嘅一個位置嚟嘅。銀同樣地有咁嘅情況啦，因為其實銀就即係先前嚟講都基本面都好多嘅問題啦，即係供應上面不足啊，再加埋即係嗰個庫存即係交付上面嘅問題。咁呢個情況暫時嚟講未咁短時間解決，咁所以咧兩個貴金屬都繼續向睇好。第一季睇好都係值得可以繼續睇破頂嘅。咁啊，講開黃金啦，其實菲律賓央行琴日都公布舊年底為止嘅黃金儲備嘅價值升至186億美元新高啦。咁其實都冇披露詳情啦，可能都係受惠住個金價升啦。不過啦，菲律賓披索近日嚟講就好弱嘅，對美元都創咗歷史新低啦。嗱，美國減息週期咁，其實個新興市場啦，或者係區內貨幣，甚至係講緊股市啦，都唔算係啲好事嚟嘅。咁點樣分析啦？揀啲新興市場嘅貨幣好咧？其實即係新興市場貨幣啦，即係好多國家咧都會同即係美國貿易咧都比較多，即係因為始終即係美國係主要嘅買家啦。咁所以我哋分析咧新興市場嘅時候就睇下，究竟佢喺呢一轉關稅上面嘅影響有幾大啦。咁當然啦，即係外匯儲備有幾多唔同嘅儲備，當然都會令到佢可以分散咗風險啦。其實咧，好似頭先提到即係菲律賓方面啦，即係佢有好多嘅黃金儲備啦。咁而家市場預計大概8至12% 嘅儲備係買黃金嘅，咁但係你睇翻個價格咧，其實同金價咧反而唔係太大嘅相關性嘅。咁可能我哋可以睇翻多啲，即係睇翻個美匯點走咧，其實都見到嗰個情況。咁但係咧，即係好嘅地方咧，即係菲律賓，因為佢咧出口嘅貨品咧唔係全部咧都係承受緊關稅啦，咁佢有啲嘢美國都需要啦，咁所以呢個位置可以令到咧，即係菲律賓貨幣咧，就算跌咧都未必會跌得咁犀利。咁呢一個係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啦。好啊，咁今日咧都唔該晒 Piers 啦，同我哋分析商品咧同埋匯市嘅情況嘅。咁呢一節咧都同你傾到呢一度啦，咁交易時段嚟到呢一度啦。Now 財經台同 ViuTV 咧之後會同步廣播㗎，拜拜。